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初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183个本土病例，创下今年以来高一天的新高。新北市71例占上济，过来是家人的38例。中国杂粉的本土病例超过13000例，上海就占8000例，而且伫苏州阁发现新的变种病毒。前面连假各地是10个零，合欢山甲玉山嘛就4月雪。气象局讲，为明仔载开始就会较好天。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183个本土病例，创下今年以来高一天的新高。从今年1月初1到今，本土病例累计已经有1530例，其中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是占99.8%。今仔日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新北市是71例，占上济；过来是家人的38例。若是对传播链来看，家人市群聚相关的案例累计已经是205例。环保局警员分别来到桃园区的东德高小甲罗德区的开南大学进行清消，因为新冠本土疫情搁起来，国内几间学校拢推出学生确诊，初三搁增加183例本土确诊病例，创今年来单日新高。其中家人小吃店延伸群聚案增加45例，三甲亲友群聚20例，新北中和某公务社区群聚增加17例，大潭电厂桃园某电商工作室分别增加8例甲4例，桃园舞蹈老师群聚增加9例，台中喜酒相关有16例，另外新通报疫调中的个案也有66例。本土的案例就是等于是持续增加，昨天106,183，台北市有19例，新北市有71例，总共影响到的县市今天比昨天少是12。根据指挥中心的最新统计，自今年1月初1起，本土病例已经累计1530例，其中轻症也是无症状者占99.8%，中重症占0.20%，也和各界关注欧盟狂感染已经流感化。以这样的一个数目，1-2000人的数目不足以来说明说它已经是流感化，但至少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来讲，重症的比例相对低。但市长表示，为国外甲国内的确诊数据，会当印证欧盟款已经轻症化，只是对无做疫苗的高龄者威胁有关大，不过也因为境外疫例以旧案加轻症较侪。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指挥中心同意将改革条件合理放宽，即日起新感染也是头一摆的 PCR 检测CT值比30较细个案移除，离发病日也是采检日已经达到10天条件。另外，CT值大过等于30的旧案移除因抗体阳性。不管是从国际上的文献，或者是我们最近这2个多月的观察，估计大概有20%左右的这个感染者呢，事实上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包括 N 抗体在内的这个抗体反应。那但是它在后续的这个检测，事实上都是符合阴性或者是 CT 值大于等于30这样的条件。除了改革条件合理放宽，敢是以做疫苗作为放宽接触者考虑的依据。但市长讲，确实咧建议作为标准之一，也毋过也爱看民众的自主应变能力甲快态配合度，那做得好了后，对接触者的考虑范围都会较细。记者综合报道。今嘛本土疫情持续伫增加，新北市今仔日的本土病例是占上济，有71例。其中伫三甲的某一间国校体育老师的这条传播链扩大，是搁新增加41例，累计已经有60个人确诊，而且这2天是愈拖愈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间学校停课。另外，台北市是新增加19例，其中所购百货公司的中校店累计已经有6个人确诊，会发7万条的简讯来提醒这有可能接触的民众。大炮型喷雾消毒机严格一直消毒，因为家人本土疫情大爆发，家人市环保局派出几啊台消毒车，全市几啊行政区来回一直清消。家人初三搁增加38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中油影艺技术大学14人着病，理性中学群聚案增加2例，家人小吃店群聚增加6例，家人警员群聚各增加2人。有关雷破胎，家人市长林佑昌认为，雷破胎这个名称引起真侪民众误会，将证明全民防疫爱心体检，搁伫初四下昼提出完整计划。这个筛检
必须要去标签化，之后不要用一个类普筛的这样子的字眼，因为它是属于自愿性的，是民众自愿参与。本土新增病例上侪，新北市一款增加71例，尤其三间某国小体育老师传播链扩大，各增加41例，包括4间学校3名老师、32名学生，甲6名家长调病，累计全案已经有60人确诊。办的扩大框内，扩大裁剪。又裁剪出来有41个，再加上他本人1个，总共这个个案从老师引起的个案就达到60个。台北市增加19例本土，包括桃园舞蹈老师传播链2例，其中喜酒传播链相关有3例，另外所有中校馆群聚增加3例，接触确诊者增加4例，另外不明感染源增加7例。放宽解隔离就是会有漏网之鱼，他认为确诊者会继续上升，所以没有办法再用严格的标准。对于指挥中心防疫政策到底是要清零，还是要甲病毒共存？台北市长郭文地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拢认为中央应该会讲清楚，袂当干那有口糊。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本土疫情压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中食喜酒的传播链今仔日拢总是新增加16例。主要是拖去新竹湖口的人资病院，发生院内感染，拢总是9例。也那新竹市是增加1例。另外，伫台中市公布有4例确诊，其中1例是还无暗号，也那其中的2例甲食喜酒的传播链有关系。工作人员正伫进行大消毒，台中肺炎传播链是继续扩大。台中市长罗秀燕公布，台中市初3新增加4例本土确诊，其中2例甲肺炎的传播链是有关系。这是进前公布的台中个案的家后，也有伊的囡仔。他们是一家3口一起去参加VVG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所举行的婚宴所以一家3口。都确诊，也有这2例分别是桃园电商的互相收的案件接触者，另外1个是也无暗号，是一个2岁外囡仔，因为伊甲妈妈去花莲旅游，甲确诊者有接触而确诊。也有对着肺炎传播链，台中市卫生局对这个 VVG 餐厅甲啉酒店各罚15000块。也有这新竹市是新增加1例，这是一个10外岁查某囡仔。是关东国小合唱团社团的同学，他因为居隔期间出现了发烧等相关症状，由阴性转阳性，因此他也没有公共场所的足迹。另外，伫新竹县初3是新增加15例，其中湖口的人资病院院内感染就占9例，初步来研判是台中肺炎传播链拖到护理师确诊案例所造成的。湖口人资病院宣布全院今日用出去袂使入摆。也扩大包列采检，并且增加这个采检的次数，希望会使防堵疫情。整栋医院大规模消毒，也进行分仓、分流还有分区那尤其有要求医院的医疗服务要来降载。大潭电厂新丰义工宿舍传播链新增加5例，不过拢是伫地处隔离期间因转阳，对社区影响无大。另外1个是屏东确诊相关。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中肺炎传播链在初3就新增加16例，整体来看新增加较侪个案，也是拖到病院互相相会，必须爱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伫咧屏东垦丁举办的台湾节音乐会出现确诊的个案，是一个为台北去参加活动24岁女性。音乐会今仔日的活动嘛随动点，县府发办外条的细胞简讯，提醒相关的民众都爱赶紧去做体检。一箱一箱的快速检查器械赶紧送来台湾节音乐会服务中心，小来也赶紧所在互放。来到户外，等要检查的民众早就已经排队排真长，看不到真帮，气氛也有一寡紧张。拿到批假单，请你们就回去等报告。乡村的旅游病院有真侪民众等伫院外要来做检查，相关排队的情形也出现在乡村的南门病院。连同乡村基督教病院在内3间病院，赶紧开设这检查站，提供收到细胞简讯的民众来采检。都打好第3剂了，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今天是接到通知就马上过来医院这边做快筛。才刚开过来才知道说取消了，想说过来留个念，然后就可以准备回家洗睡啊。原本要进入第3天最后活动的台湾节音乐会，初3早起赶紧来话停，因为出现确诊的个案。
2号进入到本县的台湾季的活动场合，被公司的人告知他同仁确诊，他必须接受隔离，然后机警的去快筛呢，发觉阳性。较近的24岁女性是台北国案例数399，连续2天参加台湾节活动，伊去过所在拢伫垦丁为主。官府发出上万封的细胞简讯，提醒民众赶紧去检查。另外，屏东初3新增加3例是到高雄职员检疫所昆布较近的个案的出来的人，分别是伊的太太小妹，也有太太阿兄。3个是个兄妹，暗号24331、24377、24378。那24331，她是50岁的一个女性哦，其实她是昨天确诊个案24016，就是我们高雄某疾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太太。得到屏东县府防疫真紧张，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已经发生的代志停办也无路用，未来大型活动除非是工作人员互相相会，才可能需要来停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天本土病例拢超过100例。国界是感觉真烦恼，有医师就讲，最近本土的确诊人数野悬的情形，也算是安全的。不过，若是称超过500，甚至是1000，疫情的防疫警戒该升级都爱升级。将清洁消毒的工具放伫出入口，甲民众讲，初3礼拜日专管暂停营业1天。这是台北远东所过中药店3月31日本商品店餐点厂商人员身体无爽快，所过遂请伊伫厝隔离，搁伫4月1起退店。虽然清明连假期间确诊的人员甲密切接触者拢无伫现场，也毋过所过也是决定彻底消毒，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升悬，已经连续3天本土病例拢破100例。引起各界烦恼，有医师就表示，最近本土确诊数画出来确算是安全的，也毋过一旦确诊数提升到500、1000，疫情警戒应该升级都爱升级。在国内，你要想这样做，很多不能够出国的人，那其实身体是很弱的到连登飞机都没有办法。所以说，一旦疫情爆发，深入到他们这些族群里面的话，其实重症率就会整个就提升了，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医师表示，一旦确诊指数提升的同时，代表这个数字已经亲伫高龄，身体差的族群恐惊会超过医疗量负担，对有确诊者伫医疗支持无够之下死亡，也会影响到其他疾病的民众治疗。也毋过也有参加真危。若讲做疫苗人数侪，搁着病人多数拢是轻症，只需要加强防疫对待。一般如果是你没有接种疫苗的话，你的重症比例可能在10到20% 之间了。那我们现在如果打了疫苗的话，重症的比例当然就是可能就1% 或小于1%，就是要看我们那个收治的能力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大家看到说100、160好像病例很多，其实很多都是疫情曝光前已感染的案例，不能代表介入以后我们这个 RT 值下降以后新增的传播链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医师表示，3月中 RT 值4点2，也毋过伫疫调解除了后，即马降为2点2，未来可能会降到2以下。也就是讲，未来几天新增案例可能犹原会升悬，也毋过大约1礼拜了后就会下降。若讲会当压到1，就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国际消息，即马中国疫情嘛是真热烈，昨天因全国的本土病例就新增加超过13000例，高上海就占8000外例。即马为着要阻断传播链，上海市今仔日甲民众做抗原的快筛，明仔载会做核酸检测。另外，即马伫苏州阁发现另外一个新的变种病毒啊。中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搁再升悬，4月初2新增加本土病例13146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是11691例。这是中国这波疫情3月搁再爆发了后，头一摆一天的确诊人数超过1万人。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各地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45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691例。其中疫情较严重的是吉林甲上海。吉林有4455例，上海有8226例，其中上海无症状感染者有7788例。已经封城的上海由疫情继续升悬，初3在全市进行抗原的快速检查，初4进行全面核酸检测。上海市常住人口大约是2500万人，这项检验计划工程真大，特别调集附近省份的医护人员来支援，希望使经由全面的检验来阻断病毒传染链，达到动态清零的目标。国家
已经派了医疗队来援助上海。那么兄弟省市的医疗队呢，首批的江苏、浙江、安徽的医疗队员还有采样队员呢，已经先期抵达上海。另外，中国江苏的苏州市疾控中心表示，3月28日，一个轻症确诊病例发现全新的病毒变异株。3月28号发现的一例轻型确诊病例，其感染的病毒是奥密克戎新变异株，和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当地政府讲，这个变异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BA.1.1进化分支，这阵伫全球也未出现过高度动员数列的分支。当地研究机构正伫进一步分析比对。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国防部初日证实，罗西亚的军队撤离对东南边去了后，乌克兰目前是已经重新掌控基辅。国际媒体赶去互罗西亚军方占领个外月庄仔头采访，规个看起是拢哼哼嘻嘻，路边四界阁看会到百姓的尸体。镇长看到是大声指控讲，罗西亚的军方对待这无辜的百姓，实在是有够粗残。俄罗斯军队为基辅市khu围地区撤离的第3天，查到南乌两色国旗的乌克兰战车部队进入查普镇。几啊间国际媒体也随行采访。摄氏0度的气温中，空气内充满炸药甲尸体乱去插做花的臭味。一路上，社区民家的拄埕，尸体四月拢会当看到，因身上穿的拢毋是军服，有一寡有难的时阵，也当咧骑自行车，强硬双手也搁掠着买物件的袋仔。Проходили, да й мимо, і без розбору. Вийшов, бах. Там на стеколці ще хуже. Там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вийшов. Чого ти вийшов? Ніхто нічого не спрашивав. 店长费德鲁克表示，有300多位居民互俄军杀害。教堂后壁空地仔的大型坟场还未封起来，罹难者的手脚拢暴露伫红土上。费德鲁克讲，俄军对平民进行形式的清决。Як приклад наведу, розстріляні люди сьогодні лежать ще по вулиці Яблонській в місті Буча із зв'язаними руками, тими білими, цивільними, мирними, як вони пояснювали, ганчірками за спиною і розстріляні в потилицю. То можете уявити собі, які тут безчинства вони творили. Але про цю сторінку історії, звичайно, ми обов'язково опишемо, напишемо і в трибуналі вироку їм обов'язково буде, але я волів би про це не говорити. Зрозумійте, той емоційний піднесений стан, який маю я. 乌克兰士兵伫战车甲装甲车的支援之下，用电线将尸体拖到路边，因为烦恼尸体可能暗中加雷，无情的战火流落来凄惨的情况是4月通看到。停伫路边的汽车拢是清一空，有的是风机甲变形。火火烧掉的俄军战车、装甲车是散落伫街路，街路上也阁有无引爆的火箭弹、迫击炮弹，看过去拢是绿苍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中欧甲乌克兰中央的匈牙利，初三举行国会大选的投票。右派的奥班政府因为较倚中国，也阁有罗西亚的立场，受到反对派联盟的挑战。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双方的支持率即嘛是愈来愈弱，敢若只差2%尔。这嘛是最近12年来上届竞争的一场大选。寻求4连任的匈牙利总理奥班选伫票仓塞克斯堡举行投票前最后一场造势大会。奥班向支持民众保证，只要伊继续执政落去，将会当确保匈牙利的和平甲安全。俄罗斯能源甲天然气的进口也将继续照常落去。奥班也阁指控反对派联盟想要将匈牙利拖入乌克兰战争，讲反对派甲乌克兰签订秘密协议，一旦胜选，就会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停止进口俄国石油。Baloldal azonban más álláspontra helyezkedett. A baloldal úgy gondolja, hogy Ukrajna a mi háborunkat vívja. Ezt mondta szó szerint az ellenfelünk vezetője. Ukrajna a mi háborunkat vívja. Ez tévedés. Ez nem a mi háborunk. Ebben a háborúban mi semmit sem nyerhetünk, de mindent elveszíthetünk.
工作注意，右派的奥班政府2010年上台以来，亲中亲国的立场伫这场大选遭遇反对派联盟的强烈挑战。2月俄乌战争爆发了后，双方的支持率差距更加是扭紧到只有2个百分点，是我12年来选情上紧张的一摆。投票前一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路组织大批乌克兰难民游行，因每一个人怀中拢抱着囡仔，恳求匈牙利选民重视无辜儿童遭惨杀的事实。市区广场的空地亚迄天，也有一阵愤怒的匈牙利人，也反奥班、反俄罗斯的示威活动。Путін! Руський військовий корабель! 由6个无共色彩的政党所筹组的反对派联盟推出49岁小镇市长马吉扎希挑战总理大会，这位有7名子弟加强烈宗教信仰的新领导人，车地伫布达佩斯的造势活動呼籲選民用選票恢復國家憲務。Azt gondolom Orbán Viktor szégyen lett mindannyiunk számára, de holnap lemoshatjuk ezt a gyalázatot nemzetünk történelmében. Holnap együtt visszanyerhetjük nemzeti büszkeségünket. Az egész világon legyen újra büszkeség kimondani, hogy magyar vagyok. 廣西新聞王慧文編譯。接續咱來關心天氣。喺清明連假這幾天，各地是淡濕個涼冷。合歡山的上雪樓今仔日中晝落冰山，因那玉山氣象站迄搭，喺下晡2點半嘛熊熊落雪。氣象局講，風冰甲冷氣團為明仔日是開始減弱，就會變較好天。而且這個好天的天氣會持續到後禮拜6禮拜。合歡山初早中晝只有2.2度氣溫，雨點拄到冷空氣變做雪一直落。美雪雨節來到上雪樓，遊客看到到地攏真歡喜。下雪哦！美雪落來，一陣雨水攏衝湧去，不過濕冷的天氣出來佚佗也算意外收穫。佇玉山氣象站，日時的氣溫觀測在1度頂下啊。下晡2點半熊熊落4個雪，3點20雪停啊，積雪2公分，看起來攏是雲白世界。另外，中晝起了後，大空氣南下，全台落雨攏落來啊。新竹山區是烏陰天，路野民眾免早雨滿雨傘。氣象局講，清明連假第3天天氣開始較好啊，不過東半部依然有短暫陣雨。另外，這個中北部受輻射冷卻影響，空曠所在透早依然有14度的低溫。連假最後一天是多雲好天，初6上班到初9、初10攏是好天氣，高溫是28到29度。未來一周目前來看，有北邊沒有比較明顯的天氣系統影響，所以從明天白天開始一直到整個6日的話，溫度都是呈現逐步的回升的一個狀況。連假第2天，國道的交通下晡在國1北向保養系統，國2南向滿道車較多塞車，國5 2點幾了後出現上北的車流，宜蘭到屏南車較多，高公橋有過連假第3天以上北的車流為主。因此呢，在西部地區的民眾如果要北返的話，南部地區出發的民眾要盡量是在9點以前出發，那中部地區北返的民眾建議是在12點以前出發。國5北返的民眾則是建議在9點之前出發。蘇花街大地上運行順暢，公路總橋市區工程處有過，上北車流高峰會在初時早起11點時來出現，塞車的情況恐驚繼續到初5的透早。伫中華公路大八線117.4公里，關元段因為幾若天的落雨，造成路石一直落來，加上無人車調在遐。公路總局講，初3下晡5點了後實施暗時的有經封閉，請用路人改行其他道路。記者綜合報道。在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最近有一個新的展覽，叫做文化的，要甲100多年前文化協會組織具體化，讓外界了解講，迄當陣這部門負責的工作，也有因為台灣文化的付出，帶大家做回來看賣。10月78當前，文化協會成立的日子，即馬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嘛用這個日子來號名，成立社團，要招社員啊。這50錢，就是因的入會費，所以佇遮你會當把這個錢安尼投下去，你就會摕到一個屬於你的文化神盒。立伫社會就正做文化的學弟妹啊！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甲分協變具體，親像有客家部、公關部的單位，公關部上出名的就是蔣渭水先生，現場用過去警察記錄伊的演講內容，讓大家體驗知影部門咧做啥，讓大家會當體驗講。如果你若是蔣渭水，迄時你要去演講，你會當試看賣伊講的物件，吼，攏是講一寡國際政治的問題，啊，有法度順利講出來無？
果去当初的读报社有啥款出版的刊物、小解编写的人物、演讲、场景等等，拢变做实体，互大家看会到。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展览主要切历者的前辈日常生活，希望跨界对这段历史更较亲近。展期会到7月底。记者陈亚武、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